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礼拜天可以站立在这边，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他。我的主，我赞美你，当一切充满意义，真高兴，因你时刻都与我同在。你赋予我的价值是一生为你所用，当别人软弱缺乏，我伸出双手赞美你，是我被造的意义。你对我的爱，在我爱你以前存在。当你触摸我，从我的灵魂最深处，涌出了轻快的歌曲，美妙旋律要唱给你听。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千万民都扬声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千万民都扬声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Amen。很开心礼拜天在这边见到大家，现在跟旁边人说很开心见到你。谢谢主，让我们站在这里可以大声的敬拜你。向我们说，很开心见到你，我的主，我赞美你，当一切充满意义，真高兴，因你时刻都与我同在。你赋予我的价值是一生为你所用，当别人软弱缺乏，我伸出双手赞美你，是我被造的意义。你对我的爱，在我爱你以前存在。当你触摸我，从我的灵魂最深处，涌出了轻快的歌曲，美妙旋律要唱给你听。我赞美你，一切都是为了我赞美你，然死的血手是你复活，我赞美你，千万民都扬声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赞美你，一切都是为了我赞美你，然死的血手是你复活，我赞美你，千万民都扬声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Amen。我一起再一次一起敬拜主。当你触摸我，从我的灵魂最深处，涌出了轻快的歌曲，美妙旋律要唱给你听。我赞美，创造一切都是为了我赞美，然死的血手是你复活，我赞美，千万民都扬声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赞美，创造一切都是为了我赞美，然死的血手是你复活，我赞美，千万民都扬声歌唱。再一次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赞美，创造一切都是为了我赞美，我赞美，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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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我亲爱救主，向你献上我的全部，一生跟随我主，我生命你紧紧握住，我全人全心单单归于你，就充满我里，高声敬拜你，我忘我的救主，我生
是我的天赋，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直到永远。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要紧紧跟随你，愿你永远都陪伴着我们走未来的道路。我亲爱救主，向你献上我的全部，一生跟随我主，我生命你紧紧握住，我全人全心单单归于你，就充满我灵，高声敬拜你，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赋，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赋，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赋，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直到永远。身为属于主儿女的生命，有时就像行走在火窑里，却在过程中我经历他恩典的手，拯救我，一直保护着我。身为属于主儿女的生命，有时就像在海面上行走，即使风浪将我淹没，四面环绕我，我仍注视主安静等候。即使在烈火中我痛苦煎熬，即或经历风暴，快叫我祈祷，主与我同在，是如此奇妙。他在我身旁，我就不知动摇。身为属于主儿女的生命，是
学习接纳彼此的差异。因主的爱在十架上为我付代价，我要永远活在主爱中，成为属于主儿女的生命，就是跟随主到世界尽头。主曾背过的十字架，我甘愿承受，我一生脚步在他手中。即使在烈火中，我痛苦煎熬，即或经历风暴，快将我击倒。主与我同在，是如此奇妙。他在我身旁，我就不知动摇。即使在烈火中，我痛苦煎熬，即或经历风暴，快将我击倒。主与我同在，是如此奇妙。他在我身旁，我就不知动摇。即使在烈火中，我痛苦煎熬，即或经历风暴，快将我击倒。主与我同在，是如此奇妙。他在我身旁，我就不知动摇。他在我身旁，我就不知动摇。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身为属于你的儿女，我们知道这一生都是要为你所用。无论我们面对的处境如何，求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也求你的大能时刻可以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也有益处。愿主的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全所有。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求主与我们同在。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报告，我们一起来看周报。我们公祷事项是，第一项是愿真理的圣灵保守帮助我们能废除生命中的骄傲、自私，学习保罗精神，一切拢为基督。第二点是我们这边有一些肢体，我们自己来为他们来做代祷。在为8月15号、16号青少期夏令营的预备，为儿少青的学子渴慕亲近主、认识主、学习坚定倚靠主。第四，为台湾食安管理优化、日本熊本地震、中东俄乌求主怜悯。接下来教会消息。好，今天主日是举行今年的第4次圣灵典。那早上我们的友山跟以轩夫妇长女李恩小朋友完成了小额洗礼，受接纳为本堂为陪餐会员。那今日与主同坐席，我们借着圣餐一同默想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好，我们那个华语礼拜再一起拍手一下，恭喜恭喜！
好，第二点，那友山和以轩夫妇，因为今天的充满恩典与祝福的时刻，献上感谢。圣愿李恩在上帝的爱与恩典中健康、平安、喜乐的成长。那他们有准备油饭，每人一份，和蛋糕，每户一盒，与大家分享喜悦。好，第三点，刚刚有报告过，15、16号的青少年团契夏令营，地点是在宜兰。那请在8月10号前和青少系辅导定性或止于报名缴费。第4点，9月13号是音乐见证福音主日，由建成院团以及见证分享者共同担纲。那有想要在这天见证分享的兄弟姐妹，可以把握机会。8月14号前向牧师报名，我们是限额2名。好，第5点，教会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奖学金发放的办法，请看公布栏。那申请是到9月6号截止。好，那教界消息，本主日下午3点半，李春生教会会举行黄丽叶传道师、丰利牧师就任第8任牧师的感恩礼拜，2位牧师会代表教会前往祝贺。奉献明细，请我们自己来看。接下来奉献，我们请服侍的同工。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祷告。再次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女，引领我们到你的圣殿当中。主，我们这一生都要追随你。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切、这一生都是为了主你耶稣基督。主，我们每一天都要敬拜你、仰望你、赞美你。主，祈求你看顾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都有主你的保守。我们也奉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经，今天神的话记在腓立比书1章19到26节，我来读。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神的话读到这边，正道请一节牧师，他的题目是“一切拢是为基督”。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有看到很久没来的老朋友、新朋友哈，
好，我们有看到从高雄来的哈，高雄来的2位跟大家挥挥手，高雄来的也看到一个很久没来的高大金从淡水回来到我们大同区了，大金大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跟慈爱。今天虽然天气不好，你依然让我们能够有勇气，让我们有一个渴望的心来到圣殿敬拜你。愿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激励我们，也保守我们在每一天享受你的平安喜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牧师一开始要让大家来想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活在世上到底为了什么？昨天父亲节，可能有的父亲现在就是我当父亲之后，我就在为了孩子。你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为自己，为事业，为你在世上的地位名声，我不晓得你为的是什么。可能随着时间慢慢往前推进，你的生命当中经历了一些酸甜苦辣，甚至高山低谷，你渐渐会看清楚，这人不应该只是为一些数字的累积而活下去。股票有几张，薪水有没有增加，存款有没有多一个零，职位的排名，房子有几栋，甚至有人为了能够活到几岁的数字在活着。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其实在社会上就很多，当他要到了，他想要了，他其实并没那么开心，他内心还是很多的空虚，很不快乐。但是兄弟姐妹，我们活着一定要有目标。在牧师那个年代有一首歌叫做《忙与忙》，有听过了几首？对啊，只有毅力姐听过嘛。我们在喜呆就是很忙碌，活得很忙碌，或者是像眼睛一样瞎子一样心瞎他这其实阐述的是心瞎，不做眼睛，就心瞎一样。你的人生其实无方向。其实牧师在认识耶稣之前也是这样，好像很忙。很忙，但是不晓得到底在忙什么。今天我们的经文当中的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保罗是什么人呢？保罗他的原来的名字叫扫罗，他成长于12个支派当中最小的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他是希伯来人，他是法利赛派中的精英分子。现在可能我们讲他是一个很顶尖的。最好的公司、最好的学校毕业的，但是他那时候活着的使命是什么？那时候扫罗活着的使命就是迫害基督徒，迫害基督徒是他活着的使命。但圣经腓立比书3章7到8节，我们这个礼拜都开始在腓立比书。如果你有跟着新眼光在读的话，你会看到我们在读在腓立比书里面，他开始描写他自己的转变。以保罗当时他的情形，他已经站到很高的位置，资源也很多，我们说人生的胜利组。到底他是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做一个改变？从迫害基督徒，甚至来变成为主耶稣来牺牲的人。保罗说，他将世间大家看为的宝贝，世间什么最宝贝？佳佳，你觉得世上你觉得什么最宝贝？生命生命什么最宝贝？生命，他的生命，对，生命最宝贝。大家可能讲黄金最宝贝，什么都不会宝贝。但是保罗他说他用台语讲，他把这些当作，因为我牧师刚没有放看那个华语版的当作笨手啊。笨手对什么？华语叫什么？垃圾。垃圾跟笨手的程度差很多。我们台湾的这个台语很例子笨兽狼啦，这个其实很恐怖讲你是个垃圾人，这个是真的很对你是很贬低的。牧师来读一下，他的第7节跟第8节，第7节跟第8节腓立比书第3章
第7节到第8节，如果大家有那边有翻到哈，第3章哈，他就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有好处的，我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了，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看作粪土。”原来是基督，是上帝改变了他。为了基督，保罗说：“为了得着基督，为了跟基督有关系，我愿意放弃一切，而且将万事看作粪土。”保罗的生命活的都是为了基督，一切都是为了基督。那牧师会请问一下，我们呢？在座我们其实蛮多人是好不容易成为基督徒，或者是你已经是3、4代的基督徒，你现在没有离开教会，也是很不容易哦。在基督徒这样荣耀的身份里面，你因我活着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还是跟世俗一样吗？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19节到20节。19节当然 PPT 上面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来，请。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要让基督通过我们这个人得荣耀，还是得羞愧？我还没有信主时，我碰到很多基督徒都让我得羞愧。然后我做了基督徒之后，我的表现之后，我们老板是礼活的，他说你跟其他的基督徒不太一样。我们有没有因为基督徒这个基督通过我们，有没有让我们得荣耀？反正就是说，基督通过建成教会，有没有让他得荣耀？现在很多教会没有让基督得荣耀，就在我们教会附近而已。那我们建成教会有没有让基督得荣耀？我们每个人等一下礼拜完之后，你在你的职场上面，你在你的家庭里面，有没有让基督在你的身上得荣耀？对保罗来说，面对生命当中的困境，生跟死都不是问题。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被鞭打过，他被棍子打过，他被石头丢过，他遭遇海难，他被关监狱好几次。他目前写腓立比书也是被关在监狱。他碰到很多的盗匪、劳碌的危险，他常常失眠。他的失眠呢，他是常常失眠，为了众教会的事情重担压在身上。我们失眠有时候是玩电动，看一些东西失眠。牧师也要问一下，我们有没有为了教会某一样东西、某一样的事工，你劳苦过？你有没有听到哪一个弟兄姐妹，像刚刚牧师在第一堂结束，听说毅力你早上身体不舒服，是不是？听说他好像是不是摔倒还怎么样？没有哈。好，我们等一下再关心一下哈。第二堂来牧师看到你很开心。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放在我们心里面。保罗相信万事都有上帝的掌权，所以保罗说，我们有没有立地心志，在任何的场合做上帝所欢喜的事情，而在舍弃一些阴暗，以为上帝看不到，然后我们可耻的事情。20节，那个保罗说，他做了任何一件事，也没有让他感到羞愧的。羞愧的，台语怎么说？台语翻译的更好，我觉得叫我更小你真没更小，没有那个更小。因为这样，保罗放胆，他有信心，他为主做见证。保罗的生命只有一个目的，
基督一定要得荣耀。而且保罗相信，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时刻、什么地方，上帝都会透过我们每一个都是合用的器皿，来彰显他的荣耀。但我们都知道，不管是保罗那时候的教会，还是现在，我们教会总是不断的面对信仰上面的问题。其实问题就是外部跟内部，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内部外部，家庭也是呢，内部外部，以至于有一些人对教会失去信心，有人对家庭失去信心，不敢成立家庭，因为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长大的。首先呢，保罗这边讲到的是外在是有异端入侵教会，以现在的话就是说，世俗的价值观进入到教会，现代的方法、现代的价值观来影响教会，基督稀释了什么？基督的真理，让信仰被简化，让信仰被简化。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跟这门牧师非常的努力在追求。那不管任何的服事任何的奉献，有一个长辈他可能疼爱我们，他跟我们说：“你不用信得这么真，跟这么深，听我，不要信很好玩的，他也很好啊，卖信那叫金啊，不用那么认真啊。”我心里想，难道你们信都信假的吗？不要信那么深。我很压抑。我们真理被稀释，信仰被简化，受世俗影响，最教会里面就产生什么？大家自我意识抬头，以至于我们不管在肉体上面的需要、欲望上面的需要、眼目上面的需要，都考虑到我的感受。我的感受就是自私，我们第一个都是考虑我，以至于我们的心渐渐让另外一位神明这个偶像给取代了。什么神明？肚腹，满足我们肚腹的这个神啊，满足我们肚腹的这个神。再来是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我们这个罪的贪婪还是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私欲，我们还是会为了位置、权力，有时候我们分党结派。在时代的前进当中，我们到底是要固守传统，还是创新、开放等等的问题上面，我们没有互相宽容的心。我们也很感谢我们建成教会有一些长辈们很接纳牧师，牧师其实没办法全程台语讲到，也是可以，但是讲的并不是那个教会的台语啊，因为我们就不是学教的，我本来就不是在教会长大啦，那志梅牧师他又是外省第二代，他也愿意用这样的台语讲，我想我们也是尽力。感谢主，我们彼此没办法彼此相爱、相宽容，同工们就会有意见，就会攻击，教会当然就不能同心合一。牧师讲，没有人希望看到教会不和谐，也没有人不希望看到教会没有爱心。你说教会会这样吗？教会就是会这样子。教会就是会这样，也没有人不希望有这个教会里面没有基督的同在。我们不是来交朋友的，当然可以。我们等一下礼拜完之后今天我们感谢以先准备了油饭然后姨父还有一个那个蛋糕，我们可以一边吃完一边交谊，甚至有人会泡咖啡、甜点蛋糕等等，那个都没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不能有基督的同在，我们在一起是因为基督。社青聚在一起，不能只是抱怨说公司行好怎么，我们用基督慢慢学习，用基督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当教会不和谐，当教会没有爱心的时候，在这样乱糟糟底下，无形中就会造成很多的伤害跟纠纷。家庭不也是这样子吗？当基督的教会不断在内耗，我们当看到一个教会不断在内耗，他就不能得荣耀。当教会在内耗，就看到很多人会怎么样？实在忍不住了，就会离开了。这样的教会其实越来越多。如果是这样的教会的盼望又是在哪里？我们再来读今天的另外一段经文，21到24节。
21到24节来，请。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21到24节，保罗再次展现他倚靠基督的生命观，不是倚靠其他的。基督其实才是众教会的盼望，绝对不是什么策略，那个都是可以。好，不管什么快乐茶会啦，什么那个，保罗谦卑做事，他看重基督的福音。他看重是他有没有心，有没有跟基督联合。当他在做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是法利赛人，我们刚刚讲他是基因哦。律法是他生命思想的中心，他活着每一天都是为了律法，所以律法跟他说，基督徒是不对的，所以他就去迫害基督徒。可是他现在改变了，改变什么？基督已经取代律法，也就是说，现在基督变成是他生命当中的思想。那牧师又要问大家啦，今天牧师问很多哦。今天的讲道其实有点重哦，明天是重口味的啊，是重口味的，因为今天有油饭嘛，我们要重口味一点啊。平常生活思想中心是什么？有看读经吗？有关心教会某人事物吗？某事工怎么样吗？还是我们的思想中心都是在也喜欢政治？哇，现在政治很热闹，股票，世界上的东西。23节说，保罗说我在两难之间啊，就是进退两难之间啊，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是。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啊。保罗并不是为了自己他这个人的利益。牧师来讲一个我的经历哈。之前我们在深坑牧会的时候，好像去了不知道多久哈，因为志梅牧师先去牧会，大概1年还2年之后，我就有一天突然不晓得怎么就跟志梅牧师说，我现在好想离世跟基督同在，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喜乐，好丰盛。那种喜乐跟丰盛，不是我以前比如我做业绩做100万，赚个50万，那种东西是一种基督跟我同在那种。所以我真的也想说，我想跟基督在一起。真梅牧师说什么，你知道吗？你想得没有？事情还很多要做事情很多做。保罗现在也这样。耶稣说事情还很多做。他虽然跟基督同在，但是他肉身要活着，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活着，他不是为了自己两难。我们知道，其实这几天的新闻，那我们很多人都为了利益，自己的利益，实际被诈骗10亿，这个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教会也是宗教团体，我们要小心。这个诈骗他的人，那一群人，你看他们花了多少心思去诈骗，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都知道，中山北路、南京西路、承德路、民生路这一块划为非吸烟区，而且也设定了在牧师去年去东京有看到，就有一个地方专门吸烟的，就看到一些人在吸烟，然后路上都没有人吸烟，好开心哦。可是我觉得不晓得是我们检举的人不多，我们台湾人就是这样子。牧师每次早上都很早起床，佳佳他们家隔壁是5号出口，5号出口嘛，5号出口的后面烟蒂一大堆，垃圾一大堆啊！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你照抽烟，烟蒂照乱丢，抽的时候不想到旁边会不会影响别人。牧师常去林森公园运动，因为那边花花草草比较多。总是有一个这枚牧师叫我说以后不要再跟他讲了昨天我被他们2个骂，看起来很黑道大哥一样然后遛了一只小毛毛狗他遛狗就遛狗嘛，一边抽烟在公园里面，一边抽烟，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觉得这边空气很好，就是抽烟。每天去，他就是照抽，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酒后驾车不是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吸毒撞死人也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呢，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教会。为了教会，他愿意留下来，他愿意活着，一切他都是为了基督。他的两难是在这个，所以牧师要继续问大家：有什么事情让我们两难的时候？当有人受邀请你参与教会事工的时候，你的反应有两难吗？不好意思，我的工作真的很忙，我时间没办法配合。等我退休了，等我有闲了再说，好不好？不好意思，我礼拜天要去补习，这个时间我不行。我们是在两难这个东西吗？或者是讲到奉献的时候，有人心里想说，我吃喝穿用，甚至我要去旅游都不够的时候，我要奉献什么呢？真的是两难啊！我们再来读今天最后的一段经文，25到26，请。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却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保罗他放弃离开世间，他想离开世间。现在这边有没有人想离开世间呢？其实牧师真的还蛮想的，真的。但是现在也蛮两难的哈。现在有金孙，教会很多的事情还要忙碌。保罗他放弃离开世间，他追求基督的喜乐，他决定暂时在世间，他延迟属天的荣耀，因为保罗对教会那牺牲的爱。保罗他愿意满足教会的需要，因为他要在这个教会结更多的果子。虽然教会有很多让我们跌倒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在黑暗当中还是很有努力的一个教会。其实我们建成就是，我们还是继续在结一些馨香的果子。有一句话这么说：罗马绝对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个优秀的高中生小雨，这句话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这个也可以是正面，也可以是反面，我们常常会羡慕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教会，哇，它一定有它形成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也看，当一个信仰团体它自私，它每个人都单顾自己的好，不会别人，不会基督，就是很多教会就会有的财物被偷走。最近有一间教会，主日的钢琴被偷走，被偷走，偷的人不是外面的人，是里面的人偷走的。牧师问一下，这样的，因为这个牧师在讲小声，我们的直播，那我们这样教会会变成怎么样？大家觉得呢？上礼拜二8月4号我们中区台北中会有分5大区，那每一区大概有20间的教会。那我们中区有牧者夫妇，庆祝父亲节，然后顺便牧者的分享会。在三角埔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快150年了。那今年轮到牧师当区长，我在当中我就安排了，因为牧师嘛，平常真的大家都很孤单寂寞，很多话也不敢跟会友讲，甚至同样是牧者也不一定敢讲，但是牧师总是让他们讲一下，讲一讲教会的现况。好，大家碰到什么问题呢？首先呢就是老人化、少子化，每一间教会都是老人化、少子化，这是大家普遍长老教会碰到的问题。有人说当敬老重阳的时候70岁上台领奖的时候，下面几乎看不到人
其实我们台语有时候也曾经好像有的牧师分享说，他去一间教会，他现在去的那间教会，竟然是教会里面最年轻的。我们知道牧师人多年轻，他去教会里面是最年轻的。有的牧师分享他们的教会不只是少子化哦，他说我们的教会是无子化。什么叫无子化？我第一次听到无子化，没有孩子。有一间牧师，就是刚刚牧师讲的钢琴掉的那间牧师，他们目前经历很大的冲突、伤害跟分裂，教会的人几乎已经跑掉2/3了。但是也有一间教会牧师很敬佩，叫做行动公益教会，只有这间可以讲名字他们等一下下午2点28分在新公园228纪念公园野外礼拜，每个礼拜，也就是说他们不管风吹雨淋、台风天，那个牧师也很累，他有个厢型车，他全部的给息桃都在里面。他的帐篷啦、什么椅子啦，都在里面。师母在分享，像这种天气他会一个个打电话给长辈说：“真的台风有点大，你就不要出来了。”师母说他不会再打第2次了，从那以后都没有。为什么？这些长辈一样，还是每个礼拜去做礼拜，甚至夏天蚊虫很热，他们还是去做礼拜。那牧师其实非常的感动，还是在环境很不好，还是很敬虔那个长辈。弟兄姐妹，每一间的教会都有属于他们的困境跟要解决的问题。教会我们说是一群罪人聚集的地方，不好好像感觉又是正常，但是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谦卑悔改。感谢主，牧家8月份来到建成，已经要迈向第10年，很快吗？廷义有没有很快？过去9年，牧师深深感受到，也经历到，一个教会就信仰团体要重新被建造起来，就像刚牧师讲的，那个钢琴被脱掉的教会，他要从掉下去再起来，那个是非常不容易。我们那时候10几年前去深坑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跟志梅牧师说：“你去那间教会牧会，你不用怕。”我说：“我们不用怕，怕什么？”他说：“那间教会已经趴在地上了，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牧都一定会比趴在地上好。已经趴在地上，你怎么牧都比较好。”我们都知道，要帮一个教会往真理的方向是很不容易。教会还有每个弟兄姐妹，感谢上帝的怜悯，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也感谢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有很多人愿意委身、奉献、牺牲，甚至牧师要说辛苦你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委屈，很多的弟兄姐妹跟保罗一样，他愿意背很多的重担，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当中，他不推辞。但是还是很多人会推辞，所以牧师还是要继续努力啊！所以我不能离开，就是上帝不让我走，我还是要继续。因为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让建成教会有重生的机会，有重生的机会，以至于我们渐渐结出彼此相爱的果子，一切都是为了基督。我们看到，不管在教会内的果子，我们看到什么果子？我们不是只有可爱的老人，我们现在见到可爱的老人越来越可爱，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的小朋友，刚出生的这些小朋友我们刚刚李恩小朋友也受洗了这样的果子，大家不要以为没有就刚好4个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恩典的记号。建成70几年来也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恩典的记号，结出一个美的果子。我们看到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我刚牧师有讲了嘛，很多少子化，甚至有的那无子化。我们也有很多的儿童主日学，我们也有青少年，甚至我们也有一些很社青。很多教会也是没有社青，我们甚至有一些年轻的夫妇团契也很多。上帝赏赐丰盛的恩典，
让我们建成可以在众教会里面做见证。我们两位牧师不会去跟人家比，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好比，这个又不是要比业绩、比绩效、比排名，不是。我们要让基督的荣耀彰显出来。对外的果子，我们看到我们的社区事工，我们有将近100家庭的长辈，这些社区的乡亲，这些拿了香拜拜的，这些心灵忧伤的这些长辈们，他们感受到耶稣基督无限的爱啊！因为建成教会给他们温暖，让他们年老的生命再一次充满了盼望。牧师也知道有一些人很疑惑，那怎么没有什么人受洗？牧师要再一次强调，我们的眼光真的绝对不要这么短浅。我们不是在做绩效，但是牧师相信福音的种子早早就发在他的心里跟他的家庭里面。牧师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社区长辈的告别式，用佛教的形式，他的儿子上去有特别介绍牧师，然后也感谢教会。他妈妈也不是基督徒，但是在这边，他感谢教会。你看在场人都知道，感谢教会，我们就已经做了见证。牧师相信这样的福音的种子，可能不知道是谁受洗，在哪里受洗，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弟兄姐妹，这个目标，一切荣是为基督。一切东西为的，我们一切都是我们所做的一些事工，我们所活得的一个生命，我们都是为了基督。等一下我们要与主同坐席，我们感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上十字架。这个不是好像常常在读的，我们也感谢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跌到谷底的时候，他仍愿意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感谢主，可能你觉得基督徒这个身份好像不带什么，因为我从小就有了。可是我们知道，你这个身份是上帝用他的儿子的重价将我们赎回来。其实牧师今天从台语堂到现在，其实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受。今天的讲道也可能口味会比较重一点，也会让我们去思考。因为我们既然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就要跟外面的人所追求的活着的目标不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年岁能够有多长。棺材是关死人，不是关老人。我们能够在我们年岁的时候，我们能够当我们所言所行的，我们来荣耀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扪心感谢你，谢谢你在万人当中，你拣选了我们。我们在场的可能是有的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在朋友的邀请之下，或我们又在其他的方式，我们进到了教会。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教会，上帝透过弟兄姐妹给我们爱。但有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的软弱，我们离开了教会，或者是我们不常来教会，或者我们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打拼，我们不是依靠上帝，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我们在场也有可能，我们是从一出生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就在教会满满的爱长大，我们总是觉得这些是理所当然。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逢与你同坐席的时候，我们要深深谦卑的来悔改。主啊，愿你伸你的圣手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日益更新，帮助我们能够回转。那世上许许多多可以将我们心所挪走的那些东西，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名的求，阿们。
我们请那个宇翔长老来前面。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死了。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死的，就如同保罗他经海难，他被关，他被鞭打，他也常常有重担被压。这个是新约，基督用他的血所立的约定。我们等一下从乐团，我们依序上来。那个佳佳，这是基督的身体。丁一，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子怡，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博彦，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季红，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佩义，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潘杰，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我们在音乐声当中，我们陆续慢慢的上来。利安，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身体，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伊利，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小雨，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要我们在这里基督的身躯为你舍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又好，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泽新，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维聪，这是基督的身体。新鲁，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我们请敬拜团带我们唱回应诗歌。我们一起起立。身为属于主儿女的生命，有时就伤心走在火焰里，却在过程中我经历他恩典的手，拯救我，一直保护着我。身为属于主儿女的生命，有时就像在海面上行走，即使风浪将我淹没，四面环绕我，我仍属是主安静等候。即使在烈火中，我痛苦煎熬，即或经历风暴，快将我击倒。主与我同在，是如此奇妙。他在我身旁，我就不致动摇。
在烈火中，我痛苦煎熬，熄火经历风暴，快将我击倒。主与我同在，是如此奇妙。他在我身旁，我就不知动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生命可能如在烈火当中，有时候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有时候觉得非常的辛苦。主，求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保罗的精神，尤其在当我们两难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的每一点一滴，我们更能够依靠你，因为我们深信，我们也确信，主带领我们的路绝对是丰盛有益的道路。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新的会后诗。一起来，听见你的话语，我们得着生命。领受你的恩典，心中燃起火炬。擦干所有眼泪，步伐不再忧虑。从这大门走出去，你与我们同行。2、3，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进，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主灵你的神赐下新生命。奉主的名，我们大步前行，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进，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点燃了复兴，点亮了心灵。与主同行，我们勇敢前进。再一次哦，听见你的话语，我们得着生命。领受你的恩典，心中燃起火炬。擦干所有眼泪，步伐不再忧虑。从这大门走出去，你与我们同行。1、2、3，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行，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主你的神赐下新生命。奉主的名，我们大步前行，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进，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点燃了复兴，点亮了心灵。与主同行，我们勇敢前行。Come on，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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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来喽，我先唱。奉主名，为你们往前进，往前进，主同行，主同行。Come on， 我们勇敢前行。呀，华语礼拜到这里结束，我们大家可以会后彼此请安。
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主，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